大家问千万二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拜咱新闻报道，一个91岁妇人人已经过往，后生所把尸体放伫厝内4天，厝边拢无发现。落尾法医高大成，伊讲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女性的体质较油，气势了后会正做垃圾，较袂臭嘛，较袂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蜡第8条蜡质的蜡。咱知影讲蜡是动物受灾或者是矿物所产生的油脂，那拄到火就较会扬，嘛较会当塑造形体，有防水的功能，会当摕来做蜡质。那条形的蜡质，咱讲是蜡条；你蜡掺色料做笔的形，会当画图，咱讲是蜡笔。也有蜡质台，古早有人讲是蜡质纸；烟墙，有人讲是蜡墙，有蜡墙角。这日文音读做粒，同款是第8条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盖蜡，意思就是食蜡、拍蜡；第二个词读做蜡纸，讲的是抹过蜡的纸，通光防水，会当用来拍字做雕刻用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老师教大家做包装鸭肉，制作过程真讲究。都爱先伫内底沿来打蜡纸防水，外口沿盖蜡，看起来就金骨啊金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蜡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粒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